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金华城的弊案，检方陆续以证人的身份来传唤台北市前副市长林清英、前副秘书长李德全，也阁有前督法局长林周明去调查。因为民众党的前秘书长谢立功是呼吁当咧互人受害前台北市长郭文德，得爱认罪协商，甲代志讲好清楚。不过，这煞是引起支持者的不满。 前日外套加短裤，台北市前副市长平正新再去被第二遍提审。伫落车时阵，看起来心情正轻松。北检继续侦办金华城案件，伫10月第一遍以证人的身份传唤台北市前副市长林清英，甲迄当阵的台北市副秘书长李德全了。12再起，搁再以证人的身份传唤前台北市督法局长林周明来说明。检察官为什么传这些人？我相信就是要确定柯文哲到底知不知情。那如果一旦确定知情了，5年以上的徒刑、图利罪跑不掉。根据了解，李德全捌伫咧公文批注提醒郭文铁用这种咧有适法性的问题。检方伫10月已经传唤李德全作证，希望查清楚规个决策的过程。因若除了金华城案件以外，渔港市场改建案也和市原积极都伫维京集团旗下的中华工程。 对此，中华工程要告台北市原张小平等人。说你看这嚣张的企业嘛，恶人先告状，我觉得是无法无天的这财团。嘿，不过郭文铁因为金华城案件被羁押禁见，民众党的前秘书长谢立功希望会当认罪协商，争取上有利的结果，也引起支持者不满，要求开除谢立功。 不太明白或清楚他的理论基础，他的发言跟我所知、跟我所理解的有很大的落差。认罪协商的概念，并不是要他去认他没有做过的事情，针对他自己没有否定的事实，推展性的态度就是说愿意把这些讲清楚。谢立功认为郭文铁有需要说明的，就讲好清楚，争取各界认同，才当反守为攻。 民众党的中评会是讲，有受到党员的申诉，将会立案调查。记者综合报道。